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这是咱三个来念诗，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吟全首。愿主阮的上帝的力量，
徛伫阮的顶面。愿你能够阮手所做工，阮的手所做工，愿你能够伊。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一生来学到你，尊你最大。感谢你拍开阮的心门，互耶稣进入阮的心。无论面对什么情形，拢得到安稳。总是求你赦免阮，时常伫安稳中袂记哩你的教示，伫恩典中袂记哩要继续跟对你。你教阮的心充满挂虑、烦恼之外，阮要来追求你，得到甲你同在的喜乐。即时，由你教我你彩排来郑明堂老师，互伊的见证带着圣神的开来，互伊的歌声感动众人的心。愿世间人拢明白你的圣名，愿你的慈爱怜悯拢带伫阮的心内，赐予每一个敬畏你的人，互阮有你的阳光带来稳定甘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是，互咱做伙来研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篇第33章25节。你的门房是你的，但系你的日子怎样？你的规律怎样？请互咱过来读一摆，请。你的门房是你的，但系你的日子怎样？你的规律怎样？愿耶和华赐福予听从伊话的人。即是请。
为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好欢迎郑明堂老师加伊的团队3个人来到我们当中，咱用普话声分享咱的感谢，请郑老师再来直播的见证。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了无？有。感谢主，有人有应咧。我通常若伫咱的这种会讲，敢有新的愿望，大家拢你看我，我看你。那这是一个愿望的开始。我会记得伫本来年前，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都开始时阵，大家拢真惊吓。总是过一年了后，一年半了后，就有人预测测讲2023年4月就会结束啊。因此，我一直用这个目标来看起，安怎看起？就是我剩3个月尔，就无去啊。这个疫情就无去啊，咱就做愿望啊，咱毋免搁戴口罩，足麻烦嘞。总是呢，咱就为即个疫情学习着啥物啊无？啊，即我问，今仔日伫我的视觉内面，伫我的见证内面，会当甲兄弟同齐来分享上帝疼痛、上帝所带互咱的愿望。所以今仔日我有带一个主题来，叫做一切拢更新，一切都更新。啊，我有几首诗歌了后，就甲你记住这个主题，好吗？我请我的戴老师。其实这几年拢是我家己在走啊，我是今年最严重的这个声带发炎，佮水肿。啊，老师看我足可怜的，伊讲若有倒位较近的，你着甲我讲，啊，我着来甲你斗帮忙。特别是我去年年底，我圣诞节手骨若长，拢手啊拢烧声，我感觉讲。上帝嘛会愿意听你烧声的声，所以我也是很尽力的唱，你知无？迄老师看到我喺直播内底，讲老师，你声音不能再唱，我说不行的，我还有2场，我一定要把它唱完嘞。我把它唱完的时候，我感觉真的，上帝的荣耀高举了我，因为我感觉我尽心尽力就好。所以我有医生记3个3礼拜，3礼拜拢袂当讲话，3礼拜拢袂当讲话，你敢要想象过你3礼拜拢无讲话会会讲？最艰苦对无？有诶啦，我拢无讲话，你问赵哥，哇，无可能对无？绝对是无可能，但是，无啦，礼拜日我有讲话。但是第一摆就我讲话是安怎来，你敢知？我打类固醇，无讲话。医生讲你了，我袂当讲话啊安尼。所以迄3礼拜去讲话，你想迄是要安怎过啦？迄日子足歹过，总是我伫即个禁声的中间，我甲上帝求做上帝。若是你有愿要搁要使用我有愿要互你使用。虽然我感觉小可有年纪啊，年纪差不多啊，会当退休啊，总是兄弟，伫咱的头前要来拍拼的人，以咱年纪较济人，要大有人在呢。我为啥要讲我已经无声，我着要退休，我着无爱做啊？上帝若需要咱拢同齐来拍拼，为着福音的缘故，咱着出声，好无？咱第一首诗歌，用我要吟诗学了上帝。咱同齐来，若是你嘛愿意帮阮道歉，你就轻轻的开口唱，一起来口唱心和赞美神。我们用心灵与诚实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好不好？所以用这首诗歌，咱也在分享。虽然咱伫苦难的当中，总是主有愿帮助咱，互咱会当吟出欢喜无落的诗歌，好不好？今日咱同齐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伫地，降临伫咱中间。我要吟诗，学了上帝。我要吟诗，学了上帝。
你是感谢我你，哈利路亚，我的兄弟，哈利路亚，我来感谢你，感谢你，我的主，是个大恩的，感谢你，我的天。我买厝嘛，我两摆都帮忙你。我们一起用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好不好？好，所以那里哈利路亚的鼓拢赶快哦，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高声唱来赞美主。我的音心，耳朵兄弟。我的音心，耳朵兄弟，感谢你救赎我。切断思绪，因为掌声有时候你也享受了那个地上给你的荣耀，而不是天上给你的荣耀。我们把这个掌声归荣耀给上帝。然后呢，但然好，这耍了个球的球包，男女对唱，并不是男女对唱，是我跟你对唱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敢有学习到什么？我有学习到什么？你敢知？感恩欧乐，这些人讲，你这个哪叫你那个哪叫做欧乐？你刚才我给他讲欧乐是？哦，牧师，你这个口罩好好看哦，跟你的衣服是配在一起的耶。你看到那个口罩，除了医用口罩以外，有很多造型不一样的，比如说江江哎，那个江江的很好看哎，那呼吸很好呼吸的吧哈。就好看那对袂哈，咱口罩这个议题绝对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刚才我是敢若小可是过敏体质，我若到冬天吼，吸到迄冷空气，我就会就容易感冒嘛，过敏流鼻水安尼。迄差不多10年前、20年前，医生拢甲我讲，你若迄个冬天吼，你最好戴口罩了。戴口罩，还无又不是生病，又不是咳嗽，会传染给人家，干嘛戴口罩啊？以前个人戴口罩，还能白戴的，这一次戴下去就拿不下来了。你要出门第一件代志，你就去找你的口罩。我几两摆要出门啊，行到电梯的楼头前，我想啊，我戴口罩，迄吹风的，迄个当专门戴口罩，那个风的当中，我还有罪恶感呢。我搁惊讲，我若带病菌啊，我去人传染给别人。那这伫咱的人生过程当中，那卖万叹讲啊，这2019年到2023年，实在是很痛苦的这3、4年，其实无必要，因为上帝安怎带咱，今仔日圣经在甲咱讲啥？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你的日子安怎，上帝就要带你经过安怎。无论是死流山道也好，无论是欢乐天地也好，上帝拢甲你送到地底。只要你坚心决意倚靠伊，你有信心来倚靠伊无？你若有信心来倚靠伊，我相信上帝要互你食到一个有福气的人，好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倚靠主的人有福分，啊，倚靠主的人有福。头前两句是我唱，等一下阮两个老师，咱麦克风爱互伊讲。拄则恁当然无够大声，哈利路亚我较大声，等下一个爱搁较大声。啊，你拢无调皮吗？你拢无讲啊？这个歌我连看都没看过，我怎么唱的？我同你讲，迄调拢同款，我头前两行的调，啊你后壁两行的调，拢同款。你只要甲换字，安尼就好啊好。我们来试看看，看这个歌你唱下去有没有更有信心来依靠我们的主，好吗？那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更加这个办，我看你的信用再一次的提升，好吗？好不好？好，来喽！我叫你慢慢睡下，我开始讲你的声，一起。我都是老婚，但那总叫在那主的我的梦，怎么比在的路地上？但那你的不就不在主的爱情幸福平安？最近听到主唱的方言，我的主的路好分，听出来的样就。我主的路好困难，但那总叫在呀主的路的路，怎么地来路地道？那就让我的道路主动在主的爱里平安。毕竟那主唱的方言，我主的路好困，听出来的样就的，我主的路好困。这点都无声，这点都无声，加油一下！让我们成为依靠主的人，成为有福分的人，好不好？一起来！我鼓掌，我叫我起哇！以前叫我给他哇，你赶快起！咱咱同叫来呀，是为我在头，怎么你那的不一样？回来！那就唱唱你的主动在主的爱里幸福平安。最近啊，主唱的方言，我主的路好困，听出来的样就的，我主的路好困。总叫在呀，主的路在路，怎么你来的不一样？就唱唱你的主动在主的爱里幸福平安。最近啊，主唱的方言，我主的路好困，听出来的样就的，我主的路好困。最近啊，主唱的方言，我主的路好困，听出来的样就的，我主的路好困，我主的路好困，我主的路好困。哎呀！哇，我可无声呢。每当唱这种快歌，我猜这个歌是我上爱的歌，因为可以跟你口唱心和来赞美主，来依靠主，让我们的生命更充满希望。唉，无彩，我拢无法回答。今日替我祈祷，互我声渐好起来。希望我莫阁大声嘶吼，因为我有当时若是迄快乐的场子，还是讲快乐的礼拜，
我都会告诉他，那真的叫嘶吼哎，这只能我讲过，你有年纪的人不要了啦。哦，是哦，我常常忘记我有年纪。这些暗时小朋友在暗时那个爸爸妈妈，你只要已经有年纪了，卖个两根囝啦，或者两怎么囝啦，安尼你听我，所以我就要温柔一点。然后接下来这首诗歌，它有一段故事。我有一个同学，国中同学，我弄哪长回啊？国中同学有一天，他儿子就写在我们国中的 LINE 上面写说：“我爸爸走了。”啊！我心里想，你爸爸不是还是安尼健康吗？看到痛腿，肥安尼嘛。一讲就心肌梗塞，昨天晚上睡觉就走了。弟兄姐妹，那种难扣，你不是家属，你很难想象。如果你是家属，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家人离去，或是家人走给你带来的那个悲伤。老公，那我们可以去看爸爸吗？他说可以。我一看，伊都是这样的哭，然后怎么会就死了？但在我开始伫迄个经验的当中，我提醒我家己，虽然我60岁，总是我还要搁要服侍。主啊，求你予我有健康的身体，求你予我有勇壮的心性来跟对你，来服侍你。咱什么时间，咱做什么代志拢有伊的时，死有时，死有时。听这，当你若相信讲生有时，死有时的时候，你就知影，迄是上帝时间到啊。顺服就好，总是当你的时间还未到的时阵，你莫怠惰，莫变单。有一天，人传一个敢若是老师传过来，讲迄摩羯座人就是变单的星座啦。你是摩羯座人举手，你正袂出事的人举手，咱拢变单啦。我刚我一个查甫人咧三位女士诶，伊讲变单是啥样呢？变单是吼，你爱去叮当啊，但是你内心迄人，就会甲你讲，莫啦，互别人做就好啊啦。伊做就好，伊较好做，伊较厉害。啊无就是讲。买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其实我跟你讲吼，我就是那种人，所以老师传我话，我是懒得做事的人。可是我懒得做事，为什么会搞到烧香呢？我告诉你，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懒，就是为了主的这个天国的工作，我不能懒。为了上帝讲的代志，我也袂当平淡。啊！你看我所有的代志拢是在做上帝讲的代志，所以我要安怎面单？其实我嘛就想要摆烂，你敢知？摆烂是少年人咧讲的话啦，就是敢若叫神面单咧，总是袂使咧。生有时，死有时，若是有一天上帝讲好啊，你好转来啊，咱用啥物款的面去见上帝？听这，为这个故事，我开始提醒我家己。每一天目睭，我会当起开，我就甲上帝讲：上帝，今仔是一个学劳你的日子，今仔是我跟对你的日子，今仔是我服侍你的日子。听说，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我望你甲我有共款的心志。目睭一起开，你就学劳上帝。上帝以为要留你的活命，要留你的活命安怎来跟对伊，来服侍伊？听说，当你会在时啊，目一起开。你对你家己心情讲，咱来学劳耶和华，咱大家拢来学劳耶和华，因为上帝要搁赐咱活命，好无？当即就习惯，咱大家学劳咱的主，也提醒咱家己，提醒咱家己讲，主有啊要用你，主有啊时时刻刻伫你的身躯边咧照顾你。当你失志的时阵，毋通累志；当你失望的时阵，毋免艰苦。咱的主要引带你行头前的路，就这就习惯提醒咱家己，咱着
起来。我的心声啊，你着落也我，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声啊，你着落也我，世界万物拢着落伊。我的心声啊，你着落也我，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的心声啊，你着落也我，世间万物拢着落伊。阿妹，阿妹，好，老师，请回坐一下下。我来分享我的主题。今天我要用短短的见证，跟你分享这几年来戴口罩所发生的事。我的电话叫做一切都更新。我请问你，你的手机啊，你有迄种软体吗？吼，啊嘛有人讲软件 software， 就是迄 APP， 你拢捌更新过的人举手。哦，所以你拢更新过？我嘛捌电脑更新的啦，你嘛毋捌，因为你嘛毋知啥物叫做更新。其实我嘛毋知啥物叫做更新。是我学生跟我讲，老师你手机借我一下。我说怎样？我看一下你那个软体有没有更新。我说软体要更新，困难理解。学生跟我讲，伊帮我更新，佮甲我讲，啊你的办公室遮，你工作室遮有 WiFi 无 ？WiFi， 哇 WiFi 好。我就开始学习安怎更新。
安怎爱 WiFi 更新，安怎爱要安怎家己迄个更新迄粒互伊去走。像这有足侪人毋知要安怎更新，总是咧，今仔日我要甲你分享一个更新，足简单。我爱你，伫这新的一年，2023年到了，2023年到啊，咱搁剩3个月就充满5万啊！足侪人甲我讲，今仔日吼，去大陆开放边境，迄恐怖日子搁来啊！或者我靠主，会知我来的时候，甲莫尼牧师咧开讲，伊甲我讲，伊着2摆啦，咩叫着2摆我毋知呢，伊足神奇的咧。那你着1摆就足严重啊吗？伊着2摆，我讲我去外车店，第啉水食早餐，坐灯打扮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教会一定充满了上帝的灵。安尼上帝做迄个事，当然安尼有2摆，还有笑容，佫无再见。你无感觉上帝保护咱吗？上帝保守咱。身体健康，互咱无惊吓。我伫在疫情开始时，我都有朋友伫纽约过世了嘛，所以我拢一直足谨慎，一直足惊，一直足惊哦。有一天，若轮到我着想要安怎？我拢一直拢袂着咧，我拢袂着，我搁足夸口讲拢袂着。旧年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牧师的退休礼拜。礼拜了，我本来就想要走，因为我拢足谨慎，我拢一直拢戴口罩。老师讲，老师，阮迄个人迄个烟火烟，食倒啊，有排你的胃呢。我上好买好啊啦，因为会脱口罩，会脱口罩，会把这口罩脱起来，摕起来，叫袂啦。疫情较大啊，无遐严重，毋免啦。我讲，还是买好啊啦。伊讲，袂啦，老师，你若运动开车，有人甲你载，你若要开车有停车位，无啦，无代志，干那迄顿食了后，我转来就对着啊。迄顿时啊，足无简单诶。但是替牧师会退休欢喜，咱嘛是感觉足欢喜，总是。真正是叫做足无简单，我着吼就足严重，就安尼软糊糊，腰酸背痛，骨头拢酸痛，头壳痛到要爆炸迄种安尼。我甲上帝上帝，你吼，互我逐规拢疼偌紧，毋好拿后疼，因为足侪人讲，迄叫着阮敢若喉咙如刀割，会安尼拿后敢若你甲你刀仔甲你刮呢，我敢若剁敢若。求上帝讲，拜托上帝，你互我喉咙不舒服。像这我胃头到尾哦，拢无喉咙痛。阿妹，感谢主，真的，你敢知影？过来，我就甲上帝，要是你要互我唱歌嘛对无吼？这个部位拢袂当吼，我会当嘛对啊。一扫到扫出来血丝，安尼血水拢扫出来啊！我嘛甲上帝讲，上帝，请你莫互我扫，我若扫我都会唱歌个害啊！像这我嘛拢无扫，无扫足严重，无扫足严重，毋是无扫，是无扫足严重。日子就安尼过去啊，一天过，想袂到。我拢若后拢无代志的，就是因为我拢爱大细声发，我讲话拢足出力的，拢袂记用巴肚讲话，那好像叫做发炎，叫做声带发炎。像这足侪代志，咱人活伫世间，是你会当怨叹的啦，怨叹上帝，我毋是甲你讲我爱唱歌啊。你互我着这肺炎的时阵，互我哪有拢好势？伫咧雨势上高峰期的11月、12月，我上无闲时阵，你互我哪有法了？安尼是啥物意思啦？听这，咱的人生有足侪时阵是你会当怨叹的，
做起咱今日圣经在甲咱讲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就是伫迄顶个月看到一个，看到这个新闻伫咧内底咧写摩西咧对咱讲话。你敢知影？伊讲到这个时阵，我甲伊揭露一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上帝咧对咱讲话，叫咱唔通失志，叫咱逐天的日子拢着更新。当咱目睭一天开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是新生命。你敢知影？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知影上帝，你要用我，因为你嘛会当甲我讲，放落你的重担，莫过来做工啊！我确实读到这个圣经上，你的日子有偌长，有偌济，上帝要互你的困难就有偌济。所以啊，咱唔免为着明仔载要穿啥，要食啥物，要去倒位来烦恼、来着烦、来操烦，乃是我靠上帝归来，上帝要互你伫你有还阁有的日子内面，得到伊所想赐互你的困难。咱更新，咱学习，要安怎更新我们自己。我们从2023年开始，咱开始来学习安怎更新咱家己。我甲上帝讲，上帝，当我目睭一天开，我我会当有一条感恩的心、懊恼的心，敢若像咱第一首诗歌唱的，我要吟诗懊恼上帝，感谢你赏赐阮大恩典。现在有足侪第三代基督徒、第四代基督徒、第二代基督徒，甚至嘛有第一代基督徒，你信久久啊，已经习惯这个信仰啊。所以你袂记你目睭天开就是一种恩典，上帝予你即款的恩典，你要感谢。咱逐天咱来学习一个，每一天都更新，逐天拢互你的心灵更新。当你目睭天开的时候，你向上帝懊恼，向上帝感谢，甲上帝讲上帝，我还阁伫遮，你知影我嘛伫遮，我要奉献互你。第二点，咱来军队。你毋是讲上帝，我伫遮，我甲你说道谢就好啊。也即你无对着上帝爱咱行的骹步行，你的日子、你的骹嘛真沉重啊。所以当咱知影要更新咱家己，知影会晓懊恼，会晓感谢就好啊，这真好哦。但是你要军队做啊，当教会讲来做啥物事工好无？讲伊去做就好啊，我就无钱做诶，人讲我无钱做，我平淡啊，安尼伊做啦，伊做安尼就好啊，遐这毋是。当上帝咧呼召你的时候，咱迈开我们的脚步，打开我们的心门，把主讲主，我伫遮，你爱我做啥物？我要跟对你的脚步，你爱我安怎行，我就安怎对。遐这。足侪即款的信用方面呢，繁琐的、细小的事情，咱其实拢可以看作自然，咱毋捌甲仔细想过。当你若逐工拢更新你家己的时阵，你会去想着讲，我敢有军队主，我敢有军队主爱咱军队，我敢有服侍主爱咱服侍，遐这。即个军队了后，甚至爱为主做工、服侍，才是上重要。足侪人讲，我度呢，我吼，迄囡仔还未大汉，我厝吼足侪迄种妇女，安尼牵足侪重担。咱即咱圣经甲人讲，着放下你的重担来就讲我要互你休困。但即你若相信，我相信咱的主一定会帮助你。将你的重担放落，咱来服侍咱的上帝；将你的重担放落，求讨上帝，互你每一天的快乐。所以我希望咱伫即个2023年开始的时阵，咱学习安怎每一天更新我们自己。唔是更新这一部分而已，你看咱的 APP 在更新哦，
拢是这个爱更新啊，咱甲伊更新，迄个爱更新，咱甲伊更新，毋是每一天目睭一天开，提醒咱家己，更新咱的灵命，对咱家己讲，我今仔日活着是要为着主祈祷。主啊，我大声感谢你，互我目睭会天开，互我心中也佫跳啊真好势，我感谢你。过来，主，你有啥物爱交代的、爱吩咐的，我拢发落，我拢跟对，我拢去做。我听这听了即款的故事了，你无不再想讲日子足歹过，因为这口罩大咧，逐工怨叹日子无好势，逐工怨叹日子敢若真歹过，听这日子无足歹过。因为你若知影讲，你的日子偌济，上帝互你的困难就有偌济，你就袂搁再活伫怨叹的内面。你不会每天都觉得日子不好过，因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那这里过去一年中间，我捌伫一年内面，入去将军开刀开2遍。这个故事我无甲人分享，我足罕你讲，因为我嘛足罕你伫我的 Facebook 写这，我拢是满话甲写，也是过期甲写。一个疫情内底有一天，我发现我发烧，我就紧甲一个朋友讲，我发烧，38.2，搓，叫我搓，要搓吗？我就想讲，我。甲伊录影起来，我会当甲伊放出来，因为我感觉我一定无代志啊，所以我就举迄粗的，就要安甲拄落拄鼻孔。要拄的时候，我开始祈祷上帝啊，拜托，请你互我一条线。你毋好互我钓着，你若钓着吼，迄我的迄教会的行程拢爱安尼伫咧安尼毋好，安尼对教会无好，所以上帝，你互我无代志。安尼，我甲录一个影片，你若有兴趣，你甲这个 QR code 甲扫进去，你就看我有放伫这个 YouTube 内面，你会当看到我安怎拄我拄一条线。感谢主，我无代志，但是我甲你讲，那个胃寒是你袂当想象，一直寒起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就是发烧，我一直从1、2点撑到早上7、8点，我就是安尼，一直寒啦，加做一被，穿出一衫啦。但这，到尾我知影啥物你敢知？我的医生讲，你还阁有倒位无爽快？我食足无爽快，食足痛。伊讲我甲你讲，你的胆结石啦，时间到啊啦。胆结石无时间到啊，胆结石时间到啊，但是，医生讲胆结石时间到啊，我甲你讲，你一礼拜吼无迄个行程，你紧去开刀，把你的胆壳摕掉，你就无代志啊，一了百了。我想讲，干嘛呢？医生讲的，我就去啊，我就入去将去啊，将伊讲，你的胆较严啊。已经迄2粒大石头伫遐外加你的胆的血拢较严啊啦，所以摕掉上紧啊！你都已经死过。我的医生甲我讲过，你这若无代志一世人你都甲伊讲出嘛无要紧啦。若有代志咱再来做处理啦。都有代志啊，就甲处理啊。就安尼莫名其妙12将伊就安尼甲伊胆甲摕掉啦，就无代志啊，对无？搁过来7、8个月。搁听一摆啊！心内想讲，医生啊，你是迄牙刀无甲摕出来还是迄纱布无甲摕出来为什么又发烧又痛了？像这我真正搁发烧啊！足侪朋友讲，那这一次你绝对得到了。我讲那我只要得到，我就不能拍那个影片了，因为会很糗。会真歹势，所以我又搓一下，我无拍影片搓一下，2条线，不是
那是集合上面那一条来，接下来接着我挤2个一条线的变成2条线。我之前迄个无单调嘛，我就甲拍照，我2条线呢，因为我用1条线嘛，我嘛无丢着，就是1条线。这回痛搁较严重，痛到袂讲你痛，我连跪咧祈祷，我上帝啊，我跪咧甲你祈祷，甲你拜托你，你互我莫痛好无？迄阵才3点外，我命，我痛到7、8点还会痛，我刚刚走来甲我老师，我讲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你这不行。我讲不是的，那可能是之前开的那个地方在痛嘛。伊讲那你痛哪里？我说就好像感觉痛一样啊。伊讲那还是去看好了。你刚才我落班回，我迄诊所12点开门，我11点55到诊所。医生讲，我特别甲你看一下，甲你讲一下。我就是讲我除了胆会当挂掉了后，还佫有啥会当挂掉，我嘛毋知呢。我从来拢毋知，还佫有一个叫做盲肠。对啦，叫做盲肠炎啦。那有可能1年内面这代志拢会发生的。兄这是一个奇妙的事，这是一个我要做见证的事。上帝保守啦，你敢知影？这个两届开刀，拢是疫情足悬的时阵，牧师甲我讲，郑老师，今仔日吼，咱用直播的好无？我讲莫直播啦，我家己一个伫遐下面拢无人，你无互动，无好耍啦。伊讲，无咱换工好啊，兄弟，迄2段时间拢总是疫情很升温的时候。我礼拜开刀，我迄个医生，甲我开胆的医生，共一个医生，但是伊直走去汉民，我就去汉民啊，开刀开了哦，迄开刀讲迄开刀甲你挂了，拢足紧的呢。我逐摆去吼，拢无啥物前置动作，拢无，拢直接就甲我挂落啊，啊，就精神刀，拢好啊，拢好安尼。但是即个无，因为疫情足严重的，安尼断2天尔。大家护士小姐，大家拢穿个正衫来啊，正衣，拢甲包干满满包，你发生什么事？叫我拢莫讲话。我讲发生什么事？你妈妈在这。伊讲，你把药吃了，你先不要讲话，我等一下再回来。迄是8点的代志，伊到11点，这个就把他转来。我讲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伊穿迄防护衣，规面拢红起起哦。我讲你的今天有问题，你的脸红色的。伊甲印一句话啥你懂的？穿这个很累的，你不知道呀？我当然不知道，我又不是医务人员。我讲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没有，你们隔壁间有人确诊了。我去问我的主治医师，我可以出院吗？我有确诊，我这有一个空嘴，我搁确诊。我无雪上加霜吗？安尼敢无足艰苦的。我甲你讲，迄护理长走来找我，无你是遐惊死哦！这无客气对我讲，我嘛毋捌着呢。无你是遐惊死，你今日一定要出院了。我敢袂使？你的主治医师讲会使啊，你敢要出院？好啊。啊，这我从来到2天就出院了。啊，这迄个疫情。带来互咱足济惊吓，总是我转去吼，一直到好，拢无发生啥物代志。我请教哥甲我顾嘛，然后呢，阮两个就带去等1礼拜，我拢无发生啥物代志，我就好啊，就拢自然恢复平静生活安尼，一直到9月，我开刀是6月，9月我就着啊。就是因为牧师迄个实验，互我着。像这，咱的人生，若是因为食的，你着怨叹，你着失志，你着艰苦，安尼咱活咧，咱着信仰，咱着足无价值。我要甲你讲，我今日游玩，也就是用欢喜快乐的心来跟你讲述这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发生的当下，拢是真艰苦，拢是足无爽快。
拢是足疼的，足不如意的。总是我也想着上帝，若是你的意思，我就顺服。所以你看，迄阵时我还阁是一尾活龙徛起来，在一尾，年8前，迄老师一直讲，老师，你不要那个去看宴会吼，阁画甲脑阁破去吼，我讲袂啦，我会足克制的啦。今仔日是2023年的第2礼拜，对我来讲是第1礼拜，因为初一拢无人咧邀请人去教会啦。我是第2礼拜是我第1礼拜，所以我甲兄弟讲，兄弟，咱对苦难中嘛着学习安怎活靠咱的主。对于危险的当中，咱去体会咱的主安怎伫危急的当中，诚做咱的保护。所以，搁再一摆轻心你的心灵，对你家己讲，我要活靠主，我要感谢主，我要学罗主，我要跟对主，我要来服侍主。兄弟，遮会遐济，你做会到无？慢慢仔做就好。望这个新的一年，带予咱是幸福的生活，是喜乐的人生，是快乐的日子。互咱每一个人伫主照顾的下面，拢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咱三个阿头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再一摆听，你着主你的声，你咧呼召阮，着我靠你，着亲近你，着知影主你是福气的源头。你会帮助阮避过苦难，避过死荫的山谷，阮拢无惊吓，因为主你甲阮同在。主会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所在徛起的时阵，会当诚做光，诚做盐。阮落干到月日子会当为主你来发光。愿主你继续保守阮兄弟每一人，有健康的身体，有喜乐的心情，来跟对主，来服侍主。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甲阮祈祷，好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有一个回应诗歌，咱来唱啊好。第一个诗歌叫做《放我你的重担》，这是我伫疫情当中体会到的。你看，每一年春天拢来，秋天拢落叶，四季咧运转，啥物代志拢会发生。总是当你放落你的重担的时阵，你就当感受主的同在。好，那这就是时光，咱来体会主安怎帮助咱，安怎甲咱斗阵。我欢迎到这里甲我同齐，你莫看我唱名，你莫甲我同齐来，一起来。我看见秋天的落叶，我感受风的吹。
今仔日我是来主话，你的心来行行，将重担拢卸予耶稣，好无？放下你的重担，对我同一个天父是我好主。我靠你主你的荣耀，我感受我的罪，我靠你自己的荣耀。我怎样处理我的家？一切错难天来归，如家的那泪下，在云中是为天作难，就是难不平安。你的心在飘摇，不会飘离。放落你的担当，留住你的手是耶和华，你的心在飘摇。主的跳舞啊，你放下你的担当，留住你的手是耶和华。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聆听，感谢你的手术，我现在是改变新我的生命。我知影主，你无论我是怎款的艰苦，你都帮助我，你都照顾我，我献尽感谢。阿门。感谢主，感谢我用伤侪时间啊，我的声音嘛都要跑去啊，但是呢，还阁有2首歌，最后1首歌我毋免唱，但是呢，这首歌是要跳舞，你敢有想要跳舞？好，安尼跳好，跳因为你拢无用。我甲你讲，这你甲别个教会都无同款啦。人别个教会拢讲好，但是你拢讲安尼，所以我就敢跳过，因为我知影你法度呀。你要唱上尾1首诗歌进前吼，阮今仔日共款，感谢咱乐堂教会，我会当甲迄个贡献带放伫你的手鼓内面。我的时间。遐个人食，咱家己看就好，较袂了伤侪时间。阮依然搁做工学，搁做学校，搁做病院的工课。阮就是迄推广在恩典舞啦，恩典舞是吼，拢坐个人咧跳啦，毋是徛个人咧跳。迄有个人拢徛咧，拢对啊紧张着吼，阮拢无啦。所以咱古早嘛捌跳过啦。若是你等下我摕个报告了，你有后悔，你有想要跳，咱跳伊是才3分钟尔。你袂喘，我会足喘的，因为你最近有看电视咧去报道白肺，我有一瓶的肺吼，去照拢是一点白色的，但是我2年前去中医检查嘛是白色的，伊讲你无代志呢。即个去检查若是白色的，伊讲你要进一步调查呢，进一步检查呢。我讲2年前就无代志啊，即个嘛是无代志啊。感谢主，但是我依然足喘的，但是喘拢袂点去，毋知是安怎。所以感谢主，等下若要跳，你甲我讲者，我要跳，我就把这个报告报了。我有足侪，比如说松联大学服务团契，松联团契乐龄学院，我拢去，无论爱大远，我拢去。我想着上帝，你留我的性命，虽然我行动无足方便，总是你爱我去倒位，我就跟对你，我就顺服你。
我就去做工，我有当时走到台东去咧，我走花莲去咧，我毋知要安怎走，迄敢若一半安尼走，足忝，总是每一摆服侍完，阮拢满心喜乐。也即句话，你一定要会记。当你服侍了，你的心有喜乐，你的性命就有意义。阿门。咱做一个基督徒，若是你有即款的信仰，就是讲，当你服侍了，你感觉无忝到要死，后摆我搁做啊，袂。我每一摆足忝的，忝了，我拢满心的喜乐。为台东个为屏东开得转来，为台北个为宜兰开得转来，我规路拢感觉足喜乐，因为我知影主耶稣与我同住，所以我逐天拢足快乐。好不好？我们还是来跳舞好了，好不好？要跳一定要跳，因为这首歌叫做《咱着笑眯眯》，足侪人一定会晓唱，会晓跳，有看过啊。漳州的妇女部啊。讲敲电话我，讲约当时你敢知？12月初2，有够久的吧？我甲委员讲，12月初2都过啊，无啦，老师，2023啦，就你来教阮跳舞啦，啊，这你看，咱先跳个舞啊，好无？这嘛是咱更新的一部分，咱着笑眯眯，逐工拢着笑眯眯。无论你有啥物款的大代志，上帝为你摆平，好无？吼，啊，所以动作吼，我甲你稍微教一下，啊，你等下就晓跳。安尼，老师看哦。这个动作，然后闪亮亮。前奏哦，好无？安尼。安尼，啊落，闪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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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做我跳，我真来问，我叫无你拢怪。我甲你讲，我，你不是大字哦。我想我有想到，因为老师嘛甲我共款，伊甲我共讲，伊才袂解啊。所以老师无讲好，你嘛拢唔敢讲好。所以呢，我甲老师我拢坐，毋免叮当，但是吼，我。有卡叮当，咱着笑眯眯。咱逐工有在讲更新我们自己，怎么更新？对着迄面镜讲，爱笑眯眯哦，笑眯眯来笑一个换一个。洗面的时阵洗3摆，啊，就笑一个，啊，就转来，去洗一个，安尼。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来，咱的主。踏戏也踏架叫睡到1、2、3、4，拍手赞美1、2、3、4，哦，你比我跳较好呢，我是要讲听你遮啦。你的动作比我优雅呢。你看人迄骹拢咧哭的时，拢是安尼，也是贴咧哭，拢是安尼啊。咱有当时啊，会失志，会使目屎正在，咱的主，互你安慰，好无？安尼。啊，咱欢喜快乐加倍来，咱做的面前，主讲出你心内感觉，咱的做个安慰，把你安慰，你若有拍戏也要记，2、3、4，头前看无拢，甲老师切切，记住，另外是咱的时态有好不好？一起来，好吧？咱有技术习惯，你坐了就好。啊，平常你若讲我都玩着平常。哦，一起来，把你快乐的心情唱给耶稣听，唱给耶稣看，一起来。来，闪亮亮。哦，很棒啊，楼上也有哎。一起来，看着我的咱就笑眯眯，感觉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着笑眯眯，逐工笑眯眯，咱的耶稣的爱，万福你若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的慈爱，你若有咱若头前
的救主天下传。咱着笑眯眯，人人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人人笑眯眯，咱的耶稣的爱，我伊若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的慈爱。伊若有人若多情看无路，咱的救主天下传。我关兄弟，用你的好奇心手艺，天堂好运，闪亮的人生也给你，一起来看着透明。咱着笑眯眯，人人笑眯眯，无论遇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人人笑眯眯，咱的耶稣的爱，伊若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的慈爱。伊若有人若多情看无路，咱的救主天下传。相信的人，就来亲近伊的慈爱。伊若有人若多情看无路，咱的救主天下传。伊若有人若多情看无路，咱的救主天下传。接受你祝福你，永远都拥有闪亮的人生。闪亮亮，为自己闪亮一下，哈一下，哈！我感谢，互你100分，互你100分，你对我，叫我100分，预备来。对，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一定要100分。心肺健康买100分，心情臃肿买100分，为主做工买100分。我们一起努力，好吗？一起在这2023年开始的时候，咱3个面的，我双面的，要拍拼，为主拍拼。最后一首诗歌，预备有电视电话，足久拢无来，咱等等回去嘛。你讲我都串了咯，我白费一遍。但是我跟上帝说，上帝，一点我嘛无传到这个问题啊，我干嘛要介意他的麻烦？以前嘛无讲啥物，咱就继续为主拍拼。所以等一下，我会慢慢去讲咱互你哦，先互你预备，你要同我唱哦，预备稳定真大，好不好？爱这大声哦。你两人请感谢主，好。最后，我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助我，帮助我们的团队，会当伫台湾的各个所在，为主来传福音，也感谢你替我奉献，继续替我祈祷，互阮勇壮，搁较勇壮，有主的开来，大充满，咱就愿意做工，好无？咱用这首歌来感谢咱的主。咱的教会充满着天地稳定，这样大，我一起来，天地稳定，真正大。好。天地稳定，真正大，天地在大。我
这边跟对兄弟，阿妹，阿妹，谢主。阿妹，咱感谢郑老师啊，大白费吼，就来讲免费嘛有，安尼一半吼，啊，原上帝继续我看顾吼啊，为着因吼啊奉献吼啊，互因的时间也继续伫即个中间会当来做下去吼，伊下面咱来奉献。出席一下雅丽高娟主事的比赛。伊个报告内先咱来看第二页的题目。即个是文组后事517载，咱做个来量问题。所以，就是最初为代志一边回去，那不变常心。所以人啊，念祈祷就是最轻松的。
不为意，大都遍尝心美。那和合本也来练2次。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后礼拜的时间有单少，请有安排的同工，咱来去，咱来看第3页。第3页求教的智慧，咱请说家己来看。咱来看第4页教学报告。第一，今仔日咱欢迎三模里音乐主干团队郑明堂老师来咱教会做音乐的建设分享，就注意了因的辛劳。今仔日孙牧师援助北岛教会来讲道，因为北岛教会牧师确诊。第二，后主日1月15是国内外宣召的奉献主日，请兄弟付出关心来到。第三，今仔日是今年是新中年，以西奈山为上顶，互咱上顶的性命伫咧顶都顶悬成长。春节1月22，拄好嘛是主日，迄天下早啊9点开始礼拜，伊都会讲题，伊带兄弟会当全家来礼拜，领受主的恩典。第四，小会报告。西罗邦教会因为教堂漏水严重，非常需要解决。洪水的修理工程大约需要23万。本会来发起特别奉献，对今日开始到2月底这段时间，只要是为着西罗邦教会的奉献，拢成做洪水修理工程的费用。请大家踊跃为着姊妹教会的修理工程奉献。愿漏水的教堂会当紧紧修理好。第五，本会将伫咧2月4号到5号拜六礼拜日间举办冬令营，对象是国小1到6年级的小朋友，甲国中1到3年级的大朋友，费用是一个人200块。报名表放伫咧后壁的柜台。也是会当向经营执事来领报名表，请兄弟为了儿童的主日学冬令营来关心带导。第六，请各团体会长将会计资料甲年度时间计划电子档交予咱书记郑峰长老，作为2月19号会员互会手册。第七，中华中会春季议会伫1月19下早9点半，伫南医师大楼闭馆举行。第8点，咱应该爱做合作社，应该做1月14号下早9点半开始报道。第9，彰化县城市祭坛祷告会伫1月15号下晡3点，伫北道会阁会举行。来看第5页。带导的事项，第1点，咱请为着鹿港地区的和平转化的带导，求主来掌管伫鹿港地区。第2，请为着西罗邦教会兴旺宣教来带导奉献。第3，请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带导。安晋生、沈月、黄维国、唐曼丽、刘俊元、王丽香、蔡锦堂、施维坤、夏丽玉、张安义、谢清满、李美华、尤一峰、廖胜杰、梁桂花、李茉莉、林思彩儿、谢淑贤、王小桃、刘丽珍、张淑珍、郑应国。会计部分的部分，咱家己来看，对嘛有出力，请向后壁的柜台来登记，请继续。好，答应。那个这边欢迎郑老师跟乐团队来小小的来发挥欣赏。好，今年的第1站伫咱家啦，吼，咱今仔日无有新来的朋友嘛？有上个礼拜
来咱家台北。上礼拜今天第3次胡嘉诚跟陈奕迅来因父亲来请站起来我们再一次欢迎大一点都无简单但是一点爱在明白，继续为你的胡嘉诚跟陈奕迅伊嘛愿意参加伫职场团契继续会当来认办这个信用拄拄来教会请这个愿上帝恩典充满恁，互恁会当来搁较认办主耶稣。好，咱中间来医师站起来，咱的老朋友啦刚刚又来一个名的医师姓曾兄弟对吧？曾贤志医师咱的兄弟，三张乐的公主啦好，欢上帝祝福各位啦好啦，10分，有10分好，做的就好OK， 很强势，好，安尼，咱来啉归营的心。不是，先是我们2个不用补就任吗？对拍摄，顶礼拜就任，顶礼拜的迄个讲团契会长，甲迄个。不过恁的就任书嘞，无去安尼。今日我跟咱来看理想，还是看另外方？下个星期再说。没有在那柜子，我记得我把它放在这边呢。好，那还是来就任，那个就任书我们单好去落来。那就是妇女团契的会长。邓清怡，加迄个职场团契的会长黄君安，2个今仔日主任，你有承认天父上帝真对你的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真对你的救赎伫圣心内底甲主同工，你有承认这啊无？愿意为主来侍奉。伫时间的顶面，愿圣神甲你同在，也知恁伫主内面所做的上帝意念，愿恁所做伫兄弟姊妹的内面会当得到因的帮助，也所做一切会当应跟上帝利益正人，继续伫这个中间任期11年，甲兄弟姊妹以及中级的团队甲牧师做伙相甲伫遮咱兄弟姊妹咱即摆目睭偏偏为恁2位来祈祷。主阮将妇女团体的会长郑清怡以及职场的团体的会长黄君安交托伫你的手，主愿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团体的生活以及团体的服侍。诚侪通通的节，因为阮知，阮是软食的人，总是阮若我靠你，主你的确诚侪阮的帮助，也互所有的团体，毋但是妇女团体甲职场团体，龙岗教会所有的团体，诚侪上帝你所欢喜，而且伫团体内面要享受人甲人内底的相听，以及甲主你的团体即款的甜蜜。阮伫你的面前，特别将今仔日保守型即2位会长交托伫你的手，阮众人也要为因祈祷，诚侪因的支持，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来转过去，咱来阿叔。欧罗上帝至关至尊，请起立应转手。我上帝至关至
祝祷。三个来领受，但愿主耶稣搁活的恩典，以及天父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扶持相通帮赞，为大家祈祷，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Amat